歡迎大家嚟到咧，一同看呢個耶利米書裏面嘅末後嘅信息。喺呢度嘅我哋嘅焦點咧，唔會睇晒成本耶利米書，而係會擺放喺咧耶利米書3章啦，到4章嘅頭4節咯，同埋咧第30章、31、32、33、50同埋51章。而點解我哋會挑選呢幾章呢？就因為佢當中裏面嘅，我哋可以好多解經家會界定呢，就係話裏面嘅末後嘅信息呢係為重點，係主要嘅經文嘅更多。但係我哋都明白到啦，末後嘅信息呢，其實係鋪滿住呢。誒。成本聖經裏面嘅地方嘅，我哋只係當中裏面挑選比較重點嘅地方，而挑選呢啲經文咧，會協助我哋咧比較清晰啦，可以比較清晰地睇一個比較完整嘅信息喺當中裏面。OK，而喺呢一個當我哋去睇呢啲經文嘅之前誒、為咗協助我哋嘅明白咧，我哋首先明白當其時喺啲耶利米書裏面嘅歷史背景，因為呢個會協助我哋去明白更多神嘅心意點，同埋神點樣使用誒耶利米係作為呢個佢嘅先知向以色列說話嗱。咁首先我哋去了解啦，5個好重要嘅日子喺以色列嘅歷史當中裏面，啊、而呢五個日期咧，係會協助我哋整個末後嘅信息嘅明白嘅，不單止係淨係單單耶利米書，但係我哋整個以色列嘅佢嘅經歷嘅明白。而第一個日期就係933 BC 啦，而呢個咧就係以色列嘅內戰啦。當其時啦，就係咧導致到以色列分成北國同埋南國兩個啦，猶大南國啦，呢兩個地區啦。OK，721 BC 呢個時間咧就係咧當咧以色列嘅北國咧係俾亞述咧係摧毀咗啦。586 BC 呢個咧，正正就係咧，當咧巴比倫King Nebuchadnezzar 嚟咧去攻打同埋咧將耶路撒冷咧摧毀咗。而呢度嘅呢個時間咧，我哋可以睇到就係正正就係耶利米嘅服侍嘅時間啦。佢嘅事工就係由626 BC 到587 BC 左右，大概40年啦。正正就係喺呢一個咁關鍵嘅日期之前啦，所以我哋明白得到神點樣去使用耶利米喺呢個關鍵嘅時刻啦。而當中裏面耶利米嘅發出嘅神嘅話語啦，當然啦係對在咧當其時嘅猶大咧係最重要咯。但係當中咧，我哋見得到咧係帶有係末後之前嘅以色列咧。今天喺現代呢一個時刻咧，係都有呢一個誒 prophetic message 喺當中裏面啦，先知性嘅信息喺當中裏面。536 BC 嘅我哋見到咧就係以色列人猶太人咧就從巴比倫嘅 captivity 就回去耶路撒冷，而回去耶路撒冷就重建聖殿，同埋重建耶路撒冷城。嗱，到70 AD 啦，呢個咧就係再一次啦，耶路撒冷係被摧毀，今次咧就係被羅馬帝國去摧毀啦。直至到1948年啦，係沒有以色列喺地上嘅。1948年啦，就係我哋見到以色列啦，再一次喺佢哋嘅應許地嗰裏面咧，重新被樹立，就係神嘅
奇蹟啦，神嘅 miracle 啦，喺以色列嘅身上。而當我哋睇呢個嘅時候咧，其中一個重點就係話耶利米喺耶路撒冷或者以色列猶大被滅之前嗰40年啦，咁喺呢40年嘅時候咧，往往神係咧向佢嘅子民說話啦，係藉着佢嘅先知係同王啊個皇帝講說話啦，因為同皇帝講說話啦，就會同個 King's Court，呢個 King's Court 啊，即係皇帝嘅班底啦，可以咁樣講，佢個 administration 啊。其實係包含住好多啲領袖啦，軍事領袖、宗教領袖同埋行政嘅領袖嗱，係當中裏面呢，就係耶利米會向佢哋說話，而佢啲說出嚟嘅神嘅話語咧，就會透過呢啲不同嘅領域啦，或者社會嘅領域咧，就去伸展到咧國民啊，每一個猶太人啊，每一個以色列人啊，都會聽到啦。咁往往神嘅說話，神嘅話語啦，都係咁嘅途徑去向以色列說出嚟。咁當中裏面我哋可以睇到咧，就係呢5個王啦，就係咧約西亞啦，就係第一個王啦。佢係佢統治嘅期間係最長31年，亦都係神嘅眼中咧視佢為一個好嘅皇帝。咁我哋見到啦，就係話佢個祖父就係馬拿西啦，正正啦喺神嘅眼中咧係一個邪惡嘅王啦，而我哋明白得到咧就係話，當約西亞去登基嘅時候，嗰一剎那佢係年輕，佢係20歲嘅時候去登基嘅時候啦，佢做出嘅行為就係佢就係認罪。帶率領以色列去認罪，悔改，認咩罪咧？就係佢哋嗰種拜偶像嗱，我哋可以睇得到，正正就係佢嘅 forefather 啦，例如馬拿西咧喺以色列啦，做嘅惡事啦，帶領讓人民去拜偶像嘅惡事啦，我哋見到嗱，所以啦，當耶利米一開始佢嘅事工嘅時候咧，佢就係咧去嘅。可以講就係去嘅侍奉嘅王就係約西亞，所以我哋見到咧神點樣使用耶利米去協助約西亞啦去率領以色列咧去再一次親近神。咁之後啦，約西亞之後嘅4個王啦，都係約西亞嘅後裔啦，佢嘅兒子啦，每一位我哋都睇到咧，都係邪惡嘅喺神嘅眼中裏面啦。所以我哋睇到啦，耶利米後期點樣同去主要嘅事工咧，係警告即係警告以色列啦，因為啦，佢哋的確啦，當其時係面臨神嘅審判嗱，最終嘅沒有一個王咧係聽神嘅話語嗱，甚至佢哋咧係佢哋去監禁囚禁咗耶利米啊。唔聽神嘅話嘅時候啦，所以最終嗱，佢哋咧就面對到咧神嘅審判，藉着巴比倫嗱嘅作為一個工具嚟審判以色列。所以呢度啦，我哋睇到啦，好似我哋啦喺歷代志下啦，同埋Second King 即係列王。誒嘅 Second Kings 嗰度，我哋可以睇到咧，約西亞佢一開始但佢登基之後佢嘅工作嗱，佢嘅事工啦，正正咧佢嘅事工咧就將好多嘅偶像係拆毀啦。呢個我哋歷代志下34章3至7節，我哋可以睇到嗱，佢點樣拆毀呢啲偶像啦，率領啊。去重新修復啦聖殿啦，不單止係外即係實體上去修復，更重要嘅屬靈上面修復，佢咧就率領咧以色列人咧再一次咧同神嘅關係和睦，再一次進入翻更新佢哋神與佢哋。
亞伯拉罕啊、大衛啊所立嘅約啊，重新進入呢一個立約，所以我哋見得到啦。耶利米書啊，最開始嘅時候啦，我哋睇到第二章同第三章其實係同一個情況嘅。但係咧，我哋之後嘅焦點會放喺三嗱，而耶利米書第二章咧，我哋睇到咧，神藉着耶利米去向以色列咧，數算啊佢哋嘅罪，尤其是佢哋嘅屬靈嘅淫蕩啦，spiritual harlotry 就係佢哋嘅屬靈淫蕩，因為佢哋當其時以色列係去拜偶像。嗱，但係正正呢一個時刻就係約西亞去嘅，我哋明白了解得到約西亞係一個年輕嘅王，20歲啫，佢要做一個好大嘅震盪嘅社會嘅事情，就係要一個社會改革，佢哋要將呢一路嘅社會啲人咧，好沉迷嘅拜偶像咧，佢要拆毀，佢要再率領人民去做一個悔改。嗱，喺一個年輕嘅王嘅時候啦，去率領一班好年長嘅其他領袖啊，行政嘅領袖、軍事嘅領袖同埋宗教嘅領袖啊，其他先知咁樣嘅時候咧，佢去做出一啲嘅行為嘅時候咧，我哋可以聯想到咧，可能有一啲阻擋，所以神藉着耶利米咧，就咧向以色列說話。而說出嘅話咧，嗱，耶利米書第二章就係話數算佢哋嘅罪，第三章就係話啦，若然佢哋悔改啦，其中一個悔改途徑咧，今天大家實質見到就係、約西亞正正喺度執行緊嘅政策嘅時候啦，神喺耶利米書第三章咧有一個好大嘅祝福應許，就係話若然你哋悔改啦，有一個好大嘅祝福來臨啦，所以我哋就係開始進入呢個耶利米書第三章嘅時候咧，就係呢一個情況嗱，你去看啦。咁我哋下一個 session 咧，我哋就會開始睇耶利米書第三章。多謝，祝福大家。